这么机器的。第一个看一下，到时候要是玩的话再说吧。Nanaki。面白くない。チキンレだ狗牙陷阱，我终于找到你的狗牙陷阱。彩虹狗，是彩虹狗吗？是彩虹狗吧 ？Maybe。大脚，看到了大脚。谁？我还从来没有玩过精灵公主梦莎呢，好像很难玩。